伊煮的母娘，伊阿先替我拌土粉。恁厝伫Tokyo的倒位？毋是，我住伫学校的宿舍。我嘛知Tokyo，伫看花的时阵去过，迄是还细汉的时，拢袂记伫搭。自安尼，母娘阁问我真侪问题，像讲，恁老爸还伫哩无？你捌去过考府无？伊嘛阁讲去到西摩达要去看电影，和死去婴仔的代志。来到山顶，母娘甲我囥伫大草堆泥的椅仔顶，摕手巾仔拭汗。伊拄想要拌家己骹顶的土粉，忽咧煞跍来我的骹边，替我拌三仔机的土粉。我雄雄倒退，害伊扑咧跪伫涂骹。伊阿先替我拌土粉，拌好才放落卷起来的三仔机。我徛伫遐喘片片，伊甲讲，请坐啦。一阵鸟仔飞来歇伫椅仔的附近，四界点啾啾，会当听到鸟仔停落树枝的时打歇的沙沙声。是安怎行遐紧？母娘干仔真热。我用枕头仔咚咚咚托鼓，鸟仔拢飞走啊！啊，想要啉水，我去找看觅。毋过，无偌久，母娘就双手空空为发黄的杂树拿转来。你伫乌西马拢伫创啥？自安的母娘同拄讲着两三个查某名，开始讲一寡我拢三无长的话。伊讲的，敢若是伫考府的代志，毋是伫乌西马。敢若是伫讲伊读2年普通小学的朋友的代志，无头无尾，伊想到啥就讲啥。